刷来吼，即摆遮有一个灵雅运动中心吼，你平时啊敢有去遐运动？即个所在对你来讲，有啥物款的记忆？哦，对我来高雄了诶时阵，才有来五地厝，我会记得咱就无几冬吼，就迄个季节馆有去，过来就是对面诶中正体育场吼，对阮讲起来，阮在地讲起来是体育场颠倒较有机会吼，体育场阮下晡时也有当会去伊有开放，伊有一段时间下早时下晡都有开放2-3点钟，互阮去入去内底用行咯。迄个场所足宽嘛，所以我会记伫内底，我入去内底行有一段时间拢会。过来就是伫个体育场边仔，拢会有迄款迄个运动器材吼，拢有设迄在地诶人吼，几岁以上可能就用免费，无就是你爱纳迄个每一个月偌济会用去遐运动。讲到即个季节馆吼，我印象较深诶是，阮捌伫内底有租场，就是伫即个3楼，伊有东西向、东西边吼，阮伫西边有租迄个羽毛球诶场地，伫迄个下班诶时阵，暗时吼，差我会记得差9点外10点最后一场阮会去拍，伫遐拍我诶过程中间吼，我感觉真好啦吼，有时阵嘛。记伫内底嘛有一个尾后阮换有去做下早时诶第一场、第二场就透早安尼吼。迄阵囡仔细汉，2个囡仔细汉阮拢2个囡仔教咧吼，就去体育场遐，去迄个季节馆遐吼，因伫边仔困，阮伫遐咧拍羽毛球，拍了拄仔转来，带因转来，因再去回再去变成去幼稚园即摆叫做幼儿园去遐上课安尼。